年紀大係咪一定會記性差？咁又唔一定嘅。想考下大家嘅記性，繼續睇呢條片之前呢，可以幫我記住畫面上面呢3個詞語，睇下自己記唔記得喎。指南針、電單車、菠蘿包。大家好，我係九龍東醫院聯網老年科顧問護師譚婉儀。認知障礙症係一種大腦細胞病變嘅疾病，佢唔單止會影響短期記憶，仲會逐漸蠶食長者嘅其他認知能力，令到佢哋分唔清楚時間、地點，影響語言嘅表達、判斷能力，甚或乎會性格大變。而認知障礙症咧，其實可以預防嘅，不過就要各位老友記多動腦筋，維持大腦健康。依家我就會教大家一套醒腦手指聰，每日練10分鐘，可以訓練你哋嘅左右腦協調，刺激大腦皮層，幫助預防大腦衰退。好，大家可以舉起雙手，左手俾個1，右手俾個叻。可以嘅話咧，我哋就會左右手調轉噶咯。準備好未？轉轉轉轉轉，可以嘅話再快啲。係咪有啲手忙腳亂呢？每日訓練幾分鐘，熟練咗咧，仲可以轉動作嘅喎。係啦，記住維持大腦健康，由每日習慣開始。大家可以將呢套醒腦嘅手指操分享俾你哋身邊嘅老友記，一齊咧活出一個精靈嘅人生。最後，大家仲記唔記得一開始我同你講嗰3組詞語啊？記得嘅話，恭喜你啊！你記性真係好好啊！唔記得嘅話咧，都唔緊要嘅。嗱嗱聲將呢條片由頭睇過一次，加埋個醒腦操，你就會變得醒目好多㗎喇。